美琴出访邦交国漂流，按上全新体验漂流上界出名的活动畅水，展现双方的情谊。美国3碰1条款调查结果，台湾列入10海关税名单。杜永凯表示，台湾有签 ART 会搁甲美国较认。南韩地方选举选票无够，引起选举无公平争议，计票中心投票所拢有抗议，警方出动领步警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副总统萧美琴今仔日出发去访问咱的邦交国漂流，是伊就任到今头一届访问友邦。而且在行程当中，萧副总统佮按上要亲身体验漂流上界出名的活动，也就是畅水，展现两国情谊。今天是博荣专案正式启动的日子，那也是我担任副总统以来第一次率团出访我们的邦交国。副总统萧美琴初日正式带团出访友邦北流，启动为期5日的北营专案，负起深化代表经济协助推广北流观光，见证6国合作成果3大任务。根据了解，萧美琴有计找7透早，到洛克群岛南方内海，甲贝里流岛顶自然甲历史景观，也会甲会树林伫大团站体验各种铺场。初尾正式拜会会树林，又应邀伫国会发表演说，提到参访北流国家水产中心、5月8号育中心行程最后一日初10。会甲随团啉茶，出席午宴是插驻北流大使馆，有计尾仔回国。台湾 LV 之称的这个嘎子碟，它不管是弄湿或者是里面沾到沙子，都是很好处理的。惠树人总统希望要带我下水，这件也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也是 MIT 台湾制造的。出发前一日，萧美琴也伫社群平台开show专讨 MIT 创美装备，这毋但是头一摆有咱国副总统出访期间亲自落水创美，也要展现代表双方的紧密情谊。同款是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伫2019年强行宣布甲咱国断交，随即转向甲中国建交，而伫2022年签订保密安全协议，引起澳洲甲美国的关切。中国为拄当选的苏国新任总理瓦尔，伫6月7日表示会重新检讨，甚至透露有一寡保密内容。是一直到访问澳洲前一刻才看到。I've been praying and fasting about it, but of course, Cabinet will need to have a look at these things. We are going to be reviewing, as we are reviewing other security agreements that we have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Very clearly, we want Australia to be the security partner of choice in our region, and we want the Pacific family to look after our security in this region. 美国甲澳洲烦恼中所的保密安全协议，恐惊互强军上驻南台。为着反制，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澳洲所国也会开始进行制定一项全面性的新条约，深化警务合作。中国外交部只讲，中所两国是互相尊重的全面战略伙伴，无正面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中油宣布，后礼拜汽油柴油维持未起价，是有油价调整机制以来上届久无起价一届。中油是已经吸收172亿元，虽然讲是无起价，不过和去年比起来，这油价油源是有较贵，这就带动物件愈贵。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2.2%，是14个月以来上届高的。趁就外假期到市场补货，上新的数据显示5月外销钱高清关2.99%，这幅度比4月更扩大。真侪上班人就感觉最近外销真是较贵。会选比较便宜一点的，就那种6个菜不要主菜的那种，偶尔吃个主菜啦。比如说锅类啊，对啊，火锅，对，吃火锅会比较高一点。主计总处统计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1.2%，是近14个月新高。主要是因为天气影响，对口菜色继续起价，中东战争影响油价，另外国际机票因为燃油价小段起等3大因素，推高受天气加5个因素影响，6月 CPI 可能会比5月更悬一寡。今年1到5月平均 CPI 总指数较上年同期上涨1.52%。其中以杂项类及制造娱乐类的涨幅较大，背后的原因还是伊朗的战争，目前看起来是有一些物价上涨的压力。全年的 CPI 年增率，我的判断应该还是有机会保持在2%以下。
中油车辆宣布，下礼拜开始汽柴油价格维持不变。不过3月开始到即马，柴汽油总共吸收金额172.7亿。学者分析，虽然中东战争以来政府无起油价定价，不过去年相对油价继续拢较低，和年增率偏悬。即摆虽然超过通膨警戒线，推高依然仍在控制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今仔日办参会，行政院长杜英泰到场参加。针对美国前2天仔宣布的301条款10%的关税，杜英泰是表示讲，咱台湾有 ART 的基础，会搁甲美国开战。真济中央部会官员甲行政院长杜英泰共同听产业界心声。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成立办115年，南部工商午餐会，业者提出真济建议。本会共提出了24项的提案，61项具体建议。感谢卓院长对工商午餐会的重视。行政表示，咱甲美国为半导体及参与关税有进一步发展，汽车零组件甲环保等产品税率比15%较低，航空器零组件中的跟阿鲁米等衍生品也免除23%关税，为5月初就生效，会赶紧制定对美贸易谈判，并对美国用涉嫌用别劳动违反商业公平做理由，提议对咱等60个经济体进口商品加扣10%到12.5%的压价关税，中央也做出回应。而目前我们在整个60个经济体，美方所宣布的当中，加征额外关税会从10%到12.5%。那台湾因为我们有 ART 的基础，我们会属于比较轻的这一部分。政府乐观看待加扣压价关税冲击，或者认为影响不大。不会的，因为301条款调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补足法源，必须要动用1974年的贸易法的301条款来补足这个法源，让它的这个对外课征关税能够持续有效力。台湾劳斯工业农业工会总干事证实，就算真济关税降到15%，扣件产业也是无伫内底。我们一直致力于跟包括我们的螺丝扣件还有我们的石化业者大家在这一段时间也密集的来这个磋商市政府也提供必要的协助。市府表示，高雄产业是毋是受美国新关税影响，会看公布的产业别，也会协助厂商参加国外展览、会展等方向来协助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南韩的地方选举刚结束，不过投票迄天是有一寡投票所的选票无够，引起争议。大概是有6000人早暗伫咧首尔的一大计票中心附近抗议选举无公平，要求爱停选。另外一大首尔阁有2个投票所，这抗议的民众是甲出入口挡掉咧，2卡票箱送袂出去。警方是出动镇暴警察，甲这抗议的民众赶走，票箱才送去计票中心。首尔参设7栋第2投票所外口，客满示威民众为着阻止选务人员将投票箱炸走，因已经伫遮驻守35点钟，一直到镇暴警察出动，强行刷走示威民众选务人员才会当进入投票所。南韩初三举行地方选举，总计14300个投票所中，有50个出现欠选票的情形，另外还有22个投票所因为选票运送延迟暂停投票。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表示，过去几摆选举提前投票率继续提升，造成事先印的选票出现剩真济，所以这摆选举调整测量准备的选票总数，相当是合格选民人数的73%，比上期末投票率的63%济。不过因为选票需求超出预期，加上补票的作业的缘故，造成部分选区选票不足，这引起选民的不满，陆续出现抗议，加要求重新选举的声音。 투표를 하는 사람들이 핸드폰으로 이제 개표를 보면서 하게 되잖아요. 그러니까 과정에 문제가 심각하게 많고 그리고 뉴스에 또 투표지가 부족해가지고 돌아가는 사람도 있다고 하는데 이게 모든 국민의 투표 참정권이 보장되어야 되는 선거에서 말이 안 된다고 생각했습니다. 学者分析欠选票的问题会冲击选举制度公信力，引起社会议论和不安。 기초의회 선거와 서울시 비례대표 선거, 서울시 의회 의원 선거 같은 경우에는 문제가 발생할 소지가 굉장히 많습니다. 그래서 저는 제가 주장하는 건 이거 그래 뭐
뭐 그럴 수도 있지라고 넘어갈 수 있는 문제가 절대로 아니에요. 이거는 제도의 신뢰에 관한 문제입니다.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已经出面会审理，佢係特查問題關鍵委員長羅泰格宣布請辭負責，秘書長柯鐵芬也公開會審理，佢表明辭職。另外，今次中心選舉選委會表示，無認為事件已經達到延後也是中辦選舉嘅條件。公司新聞劉淑芬編譯。轉來看咱國內，為咗加強食品衛生安全，食藥署是預告講，未來新年外送員接單進前，也閣有在職嘅外送員，逐檔攏愛上食安教育訓練，若無遵守，會甲平台罰錢。食藥署預告講，外送平台若是無辦教育訓練，相當會當罰2億；外送員若是上課嘅時數無夠，收到通知閣唔補，相當會當甲平台罰10萬塊。台北市公共衛生署工會表示支持，佮提議講是要引進面無辨識，確保是外送員本人來上課。來看海洋大學頂禮拜是用限時掛號寄1700外份升學嘅成績單，結果說是有500位考生到單也未收到。中華郵政查類發覺講，又閣是 A7 智慧物流園區嘅智慧分經系統出問題。加上這人工也無發現，配到閣送轉去海洋大學，目前郵局是趕緊用優先寄送來補救。中華郵政嘅 A7 智慧物流園區4月7日起營運以來，陸續出現燃料不足掛號延遲等狀況。中華郵政已提出調整，因為6月7日是全國大專院校個人申請選電子管嘅關鍵時刻。海大頂禮拜透過限時掛號寄出1700外份嘅升學成績單，收尾到單，也是有部分嘅考生無收到批。他总共交寄了1773件，已经完成了投递有1585件，118件请他去邮局領，這個部分有聯絡。70件沒辦法投遞的話，我們會持續再跟他聯絡。中華郵政發現是 A7 嘅智慧分經系統誤判，將郵件寄回寄批人，人工判圖輔助也無發現，已經用快捷補救送出。對此海大也特別確定寄送嘅規定，強調為了確保成績單送出，也有發送簡訊通知收批人注意。我看起來學校同仁作業 OK 啊，跟往年一樣啊，那怎麼往年寄得出去，今年寄不出去？那郵局其實他們也主動說，他願意聯繫考生到各分局招領。我們當然不希望這個是再發生了。中華郵政工會認為，海大寄出嘅成績單大約有500件方退回家人郵局，家人郵局佮送回 A7 中心處理，造成時間延誤，處理應變有檢討空間。應變啊，處理沒有很完善。照理講，他封到基隆的時候，應該要用專人專封到各單位去就好了。他又沒有專封，又直接封為 A7，你又要延誤一天了。宜蘭的封宜蘭，花蓮的封花蓮，那就好啊。工會認為 A7 嘅新機器敏感性懸，建議機器嘅校正應該愛檢討修改，避免類似事件嘅發生。記者綜合報道。全台灣目前是有1萬外人等要換器官，但郵寄嘅是上界濟，佔7成。衛福部就表示講，即暫時有一寡負面嘅新聞影響到捐器官意願。即陣衛福部是已經結合健保資料，比對抗白體藥嘅名單，來掌握國外非法換器官案件。28歲劉先生第20歲時陣，因為發病接受做血幹細胞移植，所因為併發症致死，器官凝髓結，面臨生死關頭。好在第24歲時陣，等到器官移植機會。等待的時間真的非常漫長，然後也很慶幸，就是真的有等到，就是當下就覺得哇，真的是我嗎？衛福部官網資料顯示，目前有11636人咧等器官移植，其中郵寄8800外人咧等詳細。去年北部病院發生器官流程證據，甲最近換掛明顯擔憂哩，中介病人海外器官移植遭到廢照等負面事件，互大家對器官有負面印象。衛福部表示，已經比對健保資料，若是喺台灣無器官移植記錄，所有相關向後對整合境外器官的情形。你有在海外移植，你就一定會用抗排斥藥，沒有在台灣有移植記錄，因為我們每一筆都有記錄，這一勾稽起來就會，你在哪邊？所以這樣子勾稽起來有很清楚的，在哪邊移植的，像這樣的歷程，其實就可以杜絕。政府需要所做的事情，我覺得很重要的地方，除了法律必須要去阻絕一些非法的行為，這個所謂的防弊之外，更重要的，我們也能夠借由政策的宣導，或者說政策的制定，
达到心力的作用。器官病组中心董事李明泰分析，器官捐赠的强缩平衡，唔那敢若是有一进一出安尼概念，是透过预防、健康管理甲治疗，互大家避免器官衰竭。另外，对需要医师的病人，是不是伫适当时间点得到配合，资源分配管理也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女性逐个月来月事，这卫生棉的安全甲健康是上基本的。不过，根据主妇联盟的调查，这卫生棉的成分甲材质是标示了无够清楚，甚至有写讲是原生棉，结果成分内底根本都无用到棉啊。主妇联盟都呼吁政府要检讨目前的规定。市面上卫生棉产品真侪种，不过对有过敏体质的初学者来讲，使用上定会像刺激等问题。看产品主要成分标识，煞也是无法度背清原因。可能吃的或者化妆品或者什么的，我看后面买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过敏体质嘛，这些我都会看得出来。但是那个我真的就算看了，我也分不出来，也是只能去试。主妇联盟调查发现，市面卖的卫生棉产品有的强调天然原生棉，也毋过包装边仔细细字，刷注明只是定位形容，无含棉的成分分析材质是不织布纸浆、高分子吸收体甲防水膜。另外，也有强调放开草本凉感，药管石墨烯等功能，结果表示只有成分甲材质。欠全成分公布，就像将女性的身体当作试验场，让消费者家己去承担产品的问题。没有针对成分，你也需要完整揭露这件事情有规范，我就没办法借由包装上面成分表示说，知道说我可以去避免掉哪些可能对我人体会产生危害或者是产生不舒服的感受的商品。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认为，教育部伫学校推动卫生教育、生理用品的制作原料、甲方式拢爱详细标示，这也是身体健康自主权的一部分。这些用品的怎么制作的也是很重要。那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制作的成分来源，那不知道我们要用的时候会对我们人体有什么伤害的话，那我们使用了就反而自己受伤了就不好了。主妇联盟强调，卫生棉一世人接触时间大约2400日。卫生棉目前受商品标示法规范，呼吁经济部、卫福部跨部门检讨建立全成分标示甲安全管制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国际电竞公开赛今仔日比头一天，咱台湾的下南选手张博雅100公尺预赛摕到第一，不过决赛是输予世界纪录保持人，所以讲摕到银牌。也若是当牌，也是咱台湾的选手叶碧安。有名动漫电影手世界甜美的笑容张博雅伫女子100公尺跨栏预赛第一组比赛，顶个月才伫日本布兰道校纪念赛走出12秒96，刷新个人生涯上好，希望预赛赢走13秒以内。13秒03无法度入关，依然是分组第一，伊感觉算是好的开始。因为早上有跑过一趟，我那时候在日本第一趟也没有跑很好，可是决赛的时候就可能早上有跑过，可能比较适应。甲张博雅同组，也个澳洲、香港越南选手，也个目前过去U18全国纪录保持人林祖健，走出13秒97，分组第7。我第一次那个国邀赛比就是成人栏，就是我就是会怕就是自己表现不好，而且这礼拜的状况是没有像到全中运的那时候的状况那么好。世界纪录保持人安慕桑在第2组出场，比赛后边加速13秒05，分组第2，总排名第2，进入决赛。就是很轻松就可以跟我跑一样快。可是对啊，因为人家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那我就以自己的状态就是去跟自己比较。那如果可以透过决赛可以努力跟进他的话，我想对自己的成绩也有一定的突破。后收的快速，还有栏间的快步，还有起跑的，就是上篮的距离，这些差距是会影响到成绩非常多，所以这是我要向他学习的。特别亚运公开赛无代表选手争取门票，代表选手争取再进化。不过男子110公尺跨栏预赛已经摕到亚运资格林奕凯，倒头算第4拿起艺术优胜跋倒，最后互动学挨落去到医疗室休困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咱现代人手机啊、平板电脑是看规工的，正伤目睭。台基文园区就举办台语医学讲座，邀请眼科医师教一寡保养目睭的知识，顺便是听台语、学台语，1减2个。
用手机仔耍游戏、看影片，但是长时间近距离看手机仔，可能会互目睭疲劳，甚至会有目睭点点、涩涩的状况。中华台语文园区就来举办台语医学讲座，邀请眼科医师解剖电子产品对目睭的影响。即卖人吼目睭因为拢在用手机吼，定会，你感觉较涩？对，嘿，所以的话，咱来加一寡用眼的知识。即马过来讲参请公安拢少年化，所以想要来听看嘛，可能惊保养吼。眼科医师讲，即阵大眼睛、白内障等等的眼科疾病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建议民众若使用电子产品，上无爱保持50公分的距离，使用20分钟就要休困。主办单位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讲座，让众人了解保养目睭的重要。讲座用台语，嘛希望达到台语生活化的目的。视力保健若无做好，咱有可能会足侪的并发症吼，真侪人真少年。因的干眼症、白内障已经年轻化。医疗的一寡知识，医生的专业，咱爱注意啥？唔是讲叫你来学台语尔啦，照讲是大家伫生活中都爱讲的话。最近大家有听到迄个黄仁勋咧讲奇怪，台湾囡仔结果哪会听无台湾话？用伊做一个例，互咱大家原来是个警醒啦。你有讲，就会认同嘛。主办单位表示，最近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用台语甲囡仔的互动受到真侪讨论，嘛希望借这个机会鼓励大家讲台语，尤其园区不三时都会办文化、民俗、医疗等等主题台语活动，望台语行入无共的领域，才会当互台语的路愈行愈开阔。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湾大多数兽医系学生毕业了后，是去动物病院顾宠物。原因去农场顾大型动物的是愈来愈少，因为这工作环境较无舒适，爱学的理论知识搁较侪，实际操作的机会算是真有限。是要安怎把这寡培养出来的人才，互因愿意留伫咧第一线，守护农产甲畜牧产业呢？下午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网，带大家做伙来看。天才拍扑啊光，兽医、助理甲饲养牛的农民就开始甲牛接生。所来，搁会做配种甲蒙牛才会例行性检查的工课。骹地师嘛咧处理牛骹地的空喙较袂感染，去影响到出笼的量。伫台湾负责做大只动物照护的人当咧减少，分段的工时搁爱随时待命，工作环境搁毋是讲介舒适，愿意投入的少年人是较有限。你若无守的话，伊骹地会伤高的话，伊会硬着。硬到内底骨头，对内底开始恶化，牛就反射放弃食饲料、浇啉水，就影响到伊的能量。大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很脏，然后很累、很热，没办法放假，钱很少。根据统计，台湾差不多有6000外个职业的兽医。有67%投入伴侣动物的医疗。实际上，要培养一个兽医的人才是真无简单。伫个高级大只动物的照护，爱先学饲、学管理，才慢慢接触临床的操作。不过，要做兽医，都要读兽医系，才搁去考兽医的牌。去到大学，若要学照护大只动物，理论甲知识是学较济，不过实际操作的机会较有限。除了这个，它整个环境的因素以外。整个国内的大动物兽医师的那个环境还是比较不足几乎都是去当小动物的兽医助理，或者是去实验室，就是在学校都是大方向的感觉。跟实际的经验嘛，就还是会有点差异。除了人才培养解决袂起来的问题，限量政策的影响嘛，造成牧场规模缩小，也有牛的数量减少的情形之下，连带嘛影响照护者因的经济收入。要安怎甲大只动物医疗的人才留条呢？毋但牵涉到动物健康的问题，更较关系到食品安全甲农村的永续发展。记者吴连虎、林建如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2度。
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接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的，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